紫微斗數斷六親。古云：不是冤家不聚頭，無仇不成父子，無怨不成夫妻。我就從這個原理悟出紫微斗數斷六親的方法。凡是你的家人，大多數是前世的冤親債主，都是來互相討債，討債完了，各奔前程，有的往生，有的分離，緣由討債而起，也是因討完債而滅，叫做緣起緣滅。例如，有的人因為來還子女債，辛辛苦苦養大了4至5個子女，當所有子女結婚了，成家立業了，他們已經還完債了，突然病逝。又有是來討債的，這些人一出世都是先天帶殘疾的，他們是長期疾病者，令父母家人破耗不斷，操勞艱苦，受盡磨難，令家人疲於奔命，家財耗盡，債討完了，不久就騎鶴歸西了。有的夫妻互相討債，另一方去偷情，然後令對方受盡折磨煎熬，更加將對方的財產洗劫一空，夾帶私奔，令對方破產絕望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欠債還債，欠命還命，互不拖欠。紫微斗數有12宮：以命宮、遷移宮、財帛宮、福德宮。事業宮為焦點，這些親人或朋友在12宮中佔有他們出生干支，加上你命盤原來宮位天干，就譜演了人生關係的篇章。因此，出生在你12宮中，他們對你的吉凶，就決定他們是你的債主抑或債仔，他們是來討債抑或是來還債，就一清二楚。按照我的研究，一般是來討債的比較多，來還債的比較少。凡是那些宮位化忌入你命遷財官福者，都是來討債的，有的討金錢債，有的討感情債，有的討命債。凡是那些人化祿、權、科入你上述宮位的，都是來還債。來還債的往往他們化祿入你命宮或遷移宮，而你命宮化忌入他們出生宮。你對這些人很討厭，如仇人一樣，因為前世他們欠你的，令你痛苦，所以對這些人特別討厭。如果他們是你的子女，你就經常打罵他們，並且認為他們沒有出息。然而，他們雖然同父母沒有感情，但是他們非常孝順，因為父母管教嚴格，他們長大以後很有出息，並且孝順父母。這些就是還債。反之是來討債的。12宮中之有化忌入你財福命遷財宮，父母、子女、朋友腐敗賭博、吸毒、不務正業，欠債要你還，朋友借錢不還，對你打罵，說你是非。如果有化忌入你命宮形成羊陀甲忌、羊印及化忌，甚至要你的命，他們出生天干化忌作用，是他們直接對你如此。原命盤天干化忌作用，是由你本人作用引起的，如縱容對方或刺激對方引發的。化忌入本宮代表對方沾住你，對你不滿，感情患得患失，但不嚴重。化忌入遷移宮沖命宮，比較嚴重，破壞力很大，他們很討厭你，說你是非，無法溝通，一對話就吵架，對你感情、金錢、身體造成傷害。化忌入財帛宮，他們耗你的財，令你煩惱痛苦，疲於奔命，同你思想不合，愛好相反。化忌入福德宮比較嚴重，耗你大量財富，如果成為惡格，甚至足可以令你破產。化忌入你夫妻宮，造成你夫妻不和，影響事業。化忌入事業宮，破壞你的婚姻，對你事業不利等等。以下紫微斗數命盤為例，此人已經入化甲之年，人生已經過了大半生。他命宮在午，坐天機文曲，父親丙寅年出生，母親戊辰年，大子戊子年，二子庚寅年，三妹己亥年，四妹壬寅年出生。父親出生年干支在他命宮戊寅，父親丙干祿存在兄弟宮，陽印在他命宮，他猶如心口插了一刀。化祿入他財帛宮，化忌入他奴僕宮，而原本冇化忌入他命宮，化祿入奴僕宮，祿忌同宮羊陀甲忌互耗。奴僕宮是他父親子女宮，化忌沖兄弟宮，兄弟宮也是他的母親宮，化忌入兄弟宮，主他父親與他及兄弟。母親沒有緣分，尤其是陽印入他命宮，他父親長期對他指指點點，喋喋不休，令他非常煩惱。尤其是化忌入子田線，不是生離就是死別，所以他8歲那年，他父親偷渡去香港謀生，而他父親化祿入他財帛宮，
是來還債的。他父親養到他31歲，並且在大陸起了房子給他住。期間，他只在他23至26歲有些小成就，26歲以後至31歲毫無成就。父子隔離32年，他32歲結婚。此時他父親退休回鄉，他結婚不久找到工作，然後由倉管升上部門主管，不久又升上總經理。1993年他申請了20多年去香港，此年批准他去香港。他過了羅湖橋，父親就過身了，因為未領身份證，無法回鄉送父親終。他開始出人頭地，而他父親是來還完債就去世了。他母親戊辰年出生，坐神宮，戊年羊刃入他命宮，祿入他奴僕宮沖兄弟宮，比較照顧他們兄弟姊妹。戊化忌入他命宮，原本庚化忌入財帛宮，太陽自化祿在神宮，有羊刃。母親是女強人，父親早年離家出外，母親自己擔起頭家。他在少年時期因為反叛，不肯讀書，母親非常討厭他，因為他常常同三妹打架吵鬧，母親偏幫三妹，常常打罵他。然而他並沒有嫌棄母親，而且非常孝順。眾多子女中，只有他供養母親。母親90多歲，失去自理能力，去老人院，因為伙食很差，又不能適應，他辭去工作回鄉照顧母親，這是還債。大子戊子年出生，原宮也是戊子，化忌入他命宮沖大子戊子年出生宮，羊刃入他命宮，化祿入奴僕宮沖兄弟宮。因為羊刃加化忌，他與大子沒有緣分，大子討厭他，常常打罵他。因為大子出生年在他遷移宮被化忌沖，他11歲那年，大子嫁去很遠的地方，很少相見。母親戊年也是化忌沖大子的宮位，母女之間無緣，經常怪對方不關心自己。但是化祿沖兄弟宮吉，借害宮貪狼化祿在巳，己卯武曲自化祿甲辰宮吉父，大子也算孝順母親，對兄弟有幫助，照顧娘家。二子庚寅年出生，人宮有天梁天同，天同在人宮化忌沖福德宮也是人宮遷移宮，沖遷移主車禍，大限己丑，化忌入命宮，丁亥年巨門化忌沖他命宮，巨門在子，是二子夫妻宮，沖事業宮，二子氣數已盡，車禍身亡，令他傷心難過。三妹己亥年出生，化忌入他命宮，原本丁干化忌入他遷移宮，與三妹無緣，一見面就吵架、打架，互罵不休，相見如仇人。眾姊妹中，與三妹關係最差。四妹壬寅年出生，天梁化祿入財帛宮，有化權沖福德宮，四妹同他比較有緣，但是戊人宮原盤化忌入他命宮，命宮化祿入人宮，祿隨忌走。四妹有經濟困難，他出錢幫忙他。他太太甲辰年出世，太陽化忌入神宮，正好打開太陽自化祿，一般自化祿需要化忌打開，才能做他太太。他太太自己命宮也是太陽化忌，對上了，妻強夫弱。甲年廉貞化祿入奴僕宮，借入兄弟宮，加上己卯宮自化祿吉父，原本庚天同化忌入他財帛宮沖福德宮，是他前生欠他太太債，夫妻常常因為金錢爭吵。化忌沖福德宮，夫妻感情差，興趣相反，互不投機。總結出生年，原本化忌入他命宮，沾上他前世拖欠，今生成為家人來討債。其中化忌入遷移宮沖命宮比較凶，緣分比較差，無合作的可能。化祿入他命財福官遷，是前世欠債，今世成為家人來還債。